那双帕达达有人要没得？帕达达，还有那双那个华为。最近果子哥哥发现了几双极品鞋子啊，来看看都是些什么款式。迪奥，不是。嗲2，要不嗲2？那个宝马皮带有没有人要？宝马皮带那个？艾克。哦，艾克哦。艾克是可以。阿克森当时3双都收了对吧？那板腿也要穿，板腿也要穿。只有个阿克森当时。阿克斯当时要得，要得。平常有任何问题哈，就下好心态决定人的一生哈。那双帕达达有人要没得？帕达达。还有那双那个华为怎么样嘛？内增高对吧？牛皮全牛皮包裹哎。是不是真华为哟？肯定噻，你看嘛，华为内部装潢啊，高管才穿那双啊。不是，你个半边好像多了几皮还是？大差不差嘛，对吧？还是带牌儿的是哦。哦，那我相信你。真的可以。那个给我拿了。那个一样一双嘛，对吧？哦，那个帕达达给我妈拿一双。好的，给包去。哎。